首先好多謝大會頒發呢份獎項俾我哋俊傑集團。我哋多年來專注於地下嘅營造服務，特別係隧道、岩洞同地下設施等等。我哋擁有由建造業議會頒發5項最核心嘅結構牌照，包括咗澆灌混凝土、板模、拆鐵、棚架同鋼結構。我哋用垂直整合模式，由設計、投標到施工管理，令到我哋可以一站式承接大型嘅基建項目，確保質量同埋效率。我哋曾經參與過嘅地標性項目包括咗中九龍幹線、機場三跑道、將南隧道、O·Park 2有機資源回收中心、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港珠澳隧道香港段。呢啲項目都係用我哋嘅專業技術同埋團隊嘅堅持，一步一步為香港嘅市民生活打好地基。未來嘅幾年，我哋會將核心繼續放喺北部都會區、機場 Skytopia 同埋港鐵嘅新路線。北部都會區係香港未來30年最大嘅機遇，我哋已經參與咗好多前期嘅工程同埋基建項目。機場 Skytopia 1000億計劃，我哋會繼續貢獻喺地下設施同埋基礎工程。港鐵新路線嘅擴展，我哋都準備好用之前嘅經驗嚟迎接呢個新嘅機遇。